台中南门扶轮社举办资深拍卖暗会，拍卖到脑性麻痹甲龙骨损伤者的画作，拍卖所得，阁要甲捐予社会福利团体，希望会当来带动爱的循环。 台中南门扶轮社举办资深拍卖暗会，伫中秋节即礼拜登场。毋但是支持新心障碍画家，拍卖所得嘛会全部捐予社福团体。那我们办个拍卖的活动，也让我们的舍友跟我们的舍友夫人一起来参与。 真侪伤着脑或者是骨折患者，敢若会当用脚或者是喙来画图，因的艺术创作嘛，互人看到生命的无边缘。捐赠给台中市社会局儿少计划，共计53万元。还有我们会捐赠给家福中心的战力计划21万6千元，创世基金会植物人照护计划一共40万元整。 这几年，社福团体因为疫情影响，募款更较困难。民间团体嘛，伫中秋进前送爱来温暖社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